聽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珠海市斗門區民政局局長楊富強。7月15號下午5點半到6點半，我同我嘅同事將作客斗門電台，服務群眾敢擔當928民生熱線直播節目，就養老服務、社會救助、慈善幫扶、社會事務等方面嘅話題同市民交流，歡迎大家積極參與節目。你提出嘅諮詢同訴求，我哋將熱心解答，積極跟進處理。歡迎你參與 FM 92.8斗門電台，服務群眾敢擔當928民生熱線節目。民有所呼，斗有所應。如果你對民生大小事、社會公共事務等有意見或建議，歡迎你喺節目直播期間撥打熱線電話5213-640、5213-740，與主持人上線單位即時互動，上線單位將現場為你解答。另外，如果你對本期內容有任何意見和建議，可通過今日斗門微信公眾號嘅互動區域，或撥打24小時熱線電話5213-640、5213-740留言，我哋會認真篩選並轉交相關部門，喺跟住落嚟嘅直播節目中及時反饋。